佮来看远洋作业的渔船，一般拢会配备着直升机出航，它协助这个渔船伫个大海当中会当快速来找到这个鱼仔阵。啊，讲最近流传一段影片，是一只直升机准备要停靠伫个渔船的甲板，煞突然间失控来并机坠入大海。船员是惊讲赶紧来救人，原来这是高雄一间渔业公司所外包的直升机，机顶是外籍的飞行员。疑似这个直升机的 GPS 定位系统故障，飞唔到方向，飞到另外一台的渔船，才会出这个意外。加在机顶的人员拢平安。影片内底一只黄色的直升机准备要停靠伫咧渔船的甲板，严格车晓技术是伫咧过程当中去卡到船顶的设备，致使规个直升机失控倒向向摔入海。看到这个画面，船员拢带一个赶紧去救生裤仔救人。这件意外发生在咧南太平洋要挖密克罗尼西亚的海域，咱找到这只对海的直升机是高雄一间渔业公司所外包的，飞离机顶管有外籍的飞行员。他自己的那个 GPS 啊，可能是有一些问题，然后飞错方向。我们这个直升机是租赁的。他这个租赁公司的跟这个飞行员的 SOP 可能有一些出来一些问题，就没有迫降在那个海上等他来加油，就直接闯人家的下甲板。那下甲板是人家工作甲板，所以这就不小心就这样被翻下去。飞唔到船，结果发生意外坠海，好在大家拢无什么代志。不过这种的直升机用途是什么呢？远洋掠鱼啊，亲像是饃仔鱼，也有葱啊，大部分拢会配直升机，也有停机坪，协助渔船伫咧大海内底快速来找找鱼群。台湾的话有34艘的大型围网渔船，那几乎在大部分都有配备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直升机的这样租赁关系。只是这回找鱼仔的直升机意外坠海，好在这飞行员是无性命危险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